24空间是来到安尼好食生产线咯，今比亚头咧现场为大家咯邀请到啊，即闽南料理东陆县嘅公家吼，来老大家分享佢哋嘅经验咧哦，也行下上转到一节目当中哦，我来每日研碰啦吼，即讲你去家吼，你讲中央木瓜吼，你讲木瓜都不用备缝。吼，用漳州的水嘛，记得都疏风摘下来啊，吼，都会强不用建议咧，它缝得位吼，漳州的水，不管靠你现场嘅木瓜，你带来嘅木瓜，用就按强咯。按强吼。系啊，很用嘅啊。因为加量伊摘嘅下其实安尼唔每，但安尼唔每很标准啦，因为比如讲，这种来讲应该爱烘嘅时间来叫吼，烘嘅时间来强度能拿摆。缝嘅时间几张洗起来张会有甜。就咧安尼叫吼，那种叫照出来的时间，吼，能安尼洗起来也强度能拿。古上安伊去买木瓜、偷木瓜嘅时间，我看自己顺丰嘅叫吼有出来嘅时间，吼，按用一厘呢，张做嘅偷记就错嘅。嘿，一般人被铺好是多的木瓜磨完甜，就那种熟度的时间就长下来。哦，安样。应该你迄钓起来旺的吼，也甜度唔会加个拿摆。嘿，至少讲哎，大家叫个明显安尼。所以像那种熟度的木瓜，安尼对安尼来讲，还会拿来做安尼缝用。嘿，做木瓜。木瓜含做的做料理，做料理，那种熟度就加个适合。嘿，做缝肉的时间，一种诶所以讲木瓜底部都有乜嘅成分啊，做缝肉特别好食啦。就主要有木瓜酵素啊。木瓜酵素頭先講到嘅嗬，就嚟做一個講縫肉特別好食。除咗做縫肉之外，還有其他嘅料理方式。就做涼拌嘛，唔會差。哦，錯嗬，古數一個料理嘅方式哦，我去問哦，應該咩唔會少啦。最接常識嘅係乜嘅呢種嘅方式？木瓜板，煎木瓜板。哪位種嘅？木瓜板係用嚟做，就傳統就是串槍，然後撈麵粉，撈麵條啊，膠嘅，然後加有啲時節就加蔥條酥，係煎過。哇！講起來都十分的香誒，個香個好食用誒，都像人講嘅鋪嘅飯喎。錯。同樣嘅意思就係有幾日嘅材料換咗木瓜，嗰時啊，應該愛食好食嘅東西，就看你去揀用嘅去變同樣嘅去做變化嚟嗬，一次次嘅食材用嚟做最好食。冇錯。好，應講到呀嗬，應講到一個轉型嘅時期啦，嗬，除咗一個木瓜咩嗬，講一開始做木瓜嗬，到日下來講你搶人啦嗬。唔單像種木瓜甜甜，你都還種有幾多嘅東西，還有乜嘢用嘅東西？有種芭蕉啊，也沒有現場沒有看到。佢安尼炒熟過後，哈，你講做小動嘅時節會種安尼白蘿蔔，佢種安尼番薯嘅，番薯嘅啦，香油蘿蔔啦，仲有個你講芭蕉哦，唔係一般嘅香蕉嗬。也講一個現在愛種乜嘅時間，你都有特別去考量講，我用愛種一種嘅東西嘛。有啊，像那種芭蕉根本唔是一個理啊，種下一出貨。有樣種人頭先講係難食哦，係難食唔是個理。係啊，比如講種像白蘿蔔上嘛相同啊，你短期嘅啊，種下嘢就主要以做了又帶就本來去辦活動，注重番薯一條。係啊，其實我就會用那種方式來辦活動，本來咧同埋買東西然後。或者自己去行到安尼，安尼種生產嘅，用嚟種出來嘅，係用嚟種出來嘅，啊，那個環境係你用嘅，不然親自去到我田橋地方以後，去參觀，係啊，來帶人生意嚟種下來。哎呀，係咯，一下應該對講來老二都買一個農產品嘅人啦，我記得我前陣來到也面農入面看二都用嚟種，要互通要交流。有。用嚟做交流，除咗講發通啊，發通嘅內容太田，你都會做乜嘅呢？一般來講，可能會就講來，嚇自家去，比如講自家去田橋地邊辦安尼野菜，嚇，嗰啲冇錯安尼，嗰個拿過來做料理安尼，就變講當做條就提來食飯安尼，嚇，嗰個就主要講係一個部分啊，幫我媽媽參與啦，因為我媽媽以做安尼傳統嘅安尼客家嘅料理，嚇，做安尼做飯，嚇，嗰個變講。從係進安尼郵寄自由嗬，唔係講因為單純講人數年拿牌。數年嚟講，留做嘅傳統嘅，
我有查不，较辛苦的喂。系啊，就比如讲像安尼，比如讲木瓜野餐中就冇很多，系啊，伊就会担心啦。虽然讲喺木瓜安尼尤其安尼吼，家事冇查，我也了冇多，所以讲要透过那种方式哦，伊安尼也不同的那月份吼，种嘅东西来办活动啊。我来做一下调整。调整。不过木瓜嘅一个偏重开嘅问题啊，吼，你很用的是客服机。冇客户呢。唔是客服就不用记起，所以讲上得起来就係自己名，就大家做得識。因為伊也本身吼，伊也屬性係強嘅話吼，伊會做啲嚟到變種係一樣嘅食吼，伊攏都嚟生存下來。哦，代表伊屬性冇時間，真樣嘅伊啥樣嘅吼，其實攏冇效，冇效果。你像增加伊講加幾一年嘅時間啊咧，其實有限啦。嗰時候呢就本記到設假。去適應環境，然後上得起來哦，當然都做得舒適啦，吼，當然韓國頭先按樣種出來一定好食，好，也講睇你到種嘅也按到嘅東西哦，也都有哎呀，芭蕉啦、木瓜啦，還有番薯啦、香油蘿蔔咧，吼，也真是都十分多樣化，吼，也還有一種就係頭先都一開始直接講到，你都也個中和嘅嘅方式咩當貼片吼，佢下講開始愛中和嘅時節，你都咩強用，今天明講要用有機嘅係嘛？家用來講看下咧。一開始就是講是我嘅時節啦，就像講全部就有機嘅，我哋種物嘅就有機嘅，係最主要我哋自己嘛愛食啦，所以所有嘅東西我哋就有機跟種，但係吼一開始嘛唔啲用嘅種，就反正就冇曬藥嘅，啊冇施化皮嘅的，哦，也係看到嘅就係你的，也乜嘅，香港用。就是打磨渣樹，用樹工去打磨渣，就按用去，一些這邊按用去打，就個一刀啊，就輕輕地喺度打，係，因為最主要嘅就是體驗條擺年吼，用嘅去條擺冇機器啊，就眼嚟就體驗看條擺年用嘅去個鑊去打鑊嘅，係，哦，就一開始按用慢慢體驗，不過也冇嘅啊，佢蛋糕按用一點嘅，佢係乜解啊？幾正常嘅咩？正常啊，因為冇曬藥嘅就會有那種問題啊。係啊，係啊，因為其實會用那種方式來做，吼，用樹去割，佢用樹去打咧，吼，跟骨力一條脱下來。啊，其實我哋嘅過程用，主要講安尼吼，跟土地一種就安尼。哦，即係你講攞一個土地來講啊，嗬，人哋唔好講去破壞佢，嗬，一個都一個種作嘅時節，因為愛護一片土地，韓國一個生態嘅維護各方面都當重要。對啊，就去親身去講書啦。係。你安尼變講，因為其實係你比較講，那個環境咧，嗬，變講用那種方式種作。啊，變講做得安尼去講書到講。大部分係力量，係咪嘛？係啊，你冇透過安尼技巧去講，係啊。其實安尼個辛苦，比嚟我哋做安尼做吼，做會一整日嘅時間，哦，跟2分班咧，對面一個無嘅就安尼過。我所以下看到就係你到2分班嘅無過嚟，我一整日嘅時間，三個題，韓國就按用英國就用大日嘅無渣，嗱過後呢，再進去。無糖烘就按用一曬，曬過用一頭曬嘅人講乜嘅，還有米油，還好食。食起來咧，自家吃到 Q 嘅，就是按用哈，口感冇相同。係，對。我2分人去咩做係也係你哋主要嘅呀國米係你哋主要嘅產品。哎呦，一個泡麵係看幾幾個鮮嘅啊，像人哋冇幫人買到嘅冇買強用咧。細胞係冇相同吼，你也皮分冇按多嘛？哦，冇按皮，冇按太亮，可能用細細粒嚟。像係有嘅攏比別人咧有嘅個矮矮啦。像係嗰邊阿伯種嘅。真係你係冇按過呢？係啊，冇按過啊，像禮拜一條河幹啊，伊有幾個人唔得按多那條做嘛咯，像摘河幹就摘起來咯，那條多做嘛。係，就有那種。古時都一個韓，因為有原本伊都有意見啦，嗬。從伊都有一個我泡麵，韓國有粗麵哦，一個伊都嘅一個叫做鹽
蓬米，莲蓬米来讲呢，就係用命嘅來按命。而到呀，嘅當個嘅當定義食咧，也係自家設計嘅，也係青年來設計嘅也嘅條條。自家設計嘅，比如如果一個米絲吼，其實眼紅嘅，比眼紅就比有一個日頭樣嘅，好日頭一個米就一個那個一個光芒啊嚟灑出去樣嘅，就表示嚟用日頭曬嘅米啊嚟，啊都我嚟命喺度鹽分，哦就。一個鹽起來呢，啊，就一個紅色啊，鹽。哦，有隻紅色嘅，韓國也嘅買嘅係米嘛，吼，也都看得出係米絲，啊，全部係純自家手工來做嘅。係，錯，就全部就嗌人自家咧，刻章有冇就剪上去，然後全部就自家咧貼上去。哦，自家來疊，自家來做一個包裝，而到嘅包裝有乜特別講究嘅素材咩？有全部都真空包裝，真空包裝也係用較好保存啦。錯，好，而家你到嘅量係米，韓國亦都按到嘅亦都購置嘛解哦，係主要青島嘅係嘛解？見哦，見那個時期最就算米最多。一陣時期係米，啊，你講全部嘅加起來咧？加起來啊，其實攏量唔差唔多，係啊，木瓜攏見買翻攏一定，跟芭蕉沒相同。係，因為產量幾多咧米啊？米用本人體嘅產量就像按用嘅種法。其實冇多咧，見咱冇多切假式有啦，韓州嘅點賣？做的米係除了嚟3分體之外，還有個6分嘅，係啊，種禮拜過起來差唔多40台左右。很用心吼，古早咧吼，也真實吼，也過起來又冇多，韓國有手工嘅吼，自家愛來用手工嘅方式來打磨渣吼，韓國呢來都無糖烘來曬個，真是冇簡單嘅。古早也條量來講啊，我識到真是可能唔係啥啥都買得到咧吼。應講到台灣有幾大咯，南北總統咩？應講到差唔多300公里天天。應講到啊，要當到唔識韓國嘅也條事情啊，韓國也嘅講見也條，家下條咩還有其他國家精彩內容，我哋嚟大家嚟講到，請多兩位來聊下條。